于什么水平？月收入多少才算普通人？就在刚刚，权威数据来了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做了一份调查，把中国家庭人均月收入划分为13个等级。我看完后简直头皮发麻，因为每一个等级对应人数可能会颠覆你的想象。话不多说，点个赞，我们直接看数据。月收入0元的有546万人，月收入0到1000的有5.41亿人，月收入1000到2000的有4.16亿人，月收入2000到3000的有2.07亿人。把以上人数加起来，也就是说，收入在3000以下的全国竟然有11.69亿人，占总人口83.5%，也就是月入3000已经能在全国排到前17%。咱们接着往下看，月收入3000到5000的有1.56亿人，换言之，工资5000以下的占到全国94.6%，剩下月收入5000以上的全国只有5%左右的人。所以说，大家不要被网上动辄年薪100万的视频所欺骗，你在现实当中遇到的绝大部分人收入水平都是5000以下，也难怪主打低端廉价的拼多多今年超越阿里，成为中国最大市值的电商公司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个收入数据真实吗？欢迎点赞评论，说说你的看法。